這裡送給你，覺得怎麼樣？夠不夠用？夠，如果係真嘅話，加料20蚊偽鈔，幾可亂真，流入全國要小心。廣東佛山警方12號例行抽查一間速遞公司嘅包裹，發現其中一個由茂名寄嚟嘅包裹，無論係寄件人、收件人寄出地址，以至係電話 number 都係假。收件就由超市代收，覺得可疑，打開發現入面竟然係250張20蚊偽鈔。追查發現茂名呢個偽鈔集團會拍片掟上網賣廣告，再透過 QQ、微信同買家聯絡過數，有人落 order 先會開工印銀紙，之後再寄出，成個過程會同買家見面，非常小心啊！警方2日後突擊搜查市內2個單位，成功拉咗4個人，並且起出17部偽鈔機，價值23萬嘅20蚊紙半製成品，涉案金額大約100萬人仔。警方星期3公布話，集團製作嘅偽鈔分為冇造舊同有造舊，有造舊即係再用醋、豉油加工，造成殘舊嘅感覺，望落去同真嘅冇分別，一張售價成4蚊人仔，係冇造舊嘅1倍啊！另外，警方亦檢獲258張送貨單，目的地遍佈全國，相信唔少偽鈔已經流入市面，呼籲市民小心，尤其留意呢2個今次檢獲偽鈔嘅騙徒啊！